来听上帝的话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16节。学生就跟伊讲，恁譬如甲因讲是怎样？伊应讲，天国的奥妙，互恁知，也无互因，因为既若有诶要互伊，就伊有剩；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也要抢伊。所以我用譬如甲因讲，因为因看也看无见，听也听无见，也无晓悟。以赛亚所参悟诶，是应验因讲。恁听是要听，若是决断无晓悟；恁看是要看，若是决断看无见。因为这个百姓心钝，耳孔重，因的目睭放开，惊了因目睭看见，因耳孔听见，因心晓悟，6月日转，我就医好因。若是恁的目睭有福气，因为因看见；恁的耳孔有福气，因为因听见。读到遮，今日牧师要甲咱进读的题目是《天国亲像》，天国亲像，请张牧师。看下文相比我较紧张。这伊的处女秀，感谢主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看这囡仔在献诗时阵，请问有几个人咧对因唱，要替因唱，举手，想要替因唱？了看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啊？客语甲演员，恁以前恁查某囝是伫遐徛的对无？即摆在创啥？啊，在弹琴。了，日子过得真紧，这就是上帝予咱的。愿咱一切过去的日子，真正做祝福的日子。咱去想这个代志。过去有艰苦无？有烦恼无？有受气无？有，这拢有。总是过去有欢喜的日子无？有享福的日子无？有感恩的日子无？有赢过得胜的日子无？拢有。所以咱看这个囡仔时阵，咱以前拢咧讲，恁囝查某囝有弟的无？即摆拢找恁的孙有弟的无？对无？这就是无共款。每一个日子拢是上帝祝福，因为咱是活在天国内底。今日所读的圣经，耶稣甲因讲，天国亲像啥物？用譬如来讲，耶稣讲天国亲像啥物？毋过伊用譬如来讲。伊学生问讲，这是要用譬如，因为干那要互恁知，无爱互因知。哪有这代志？你看耶稣受洗礼了后，行遍加利利，伫逐个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福音，医治百姓逐样的病症。马太福音13章37节，这拢是耶稣用譬如对众人讲的话。若无用譬如，伊就袂对伊讲啥。是安怎耶稣会安尼？其实耶稣用譬如，有没有？啊？没有吗？再查一次，有了。这边有吗？有了。我这边有接到了。那在审。有无？我这边有抓到了。可以了，快了，感谢主。
主，爱搁定头讲一摆无？免。你看看觅，耶稣原来传天国福音是要互人知影，是安怎？伊讲用譬如来讲，用譬如是要互人更较明白，敢毋是？啊，毋过真侪人袂明白是安怎？圣经记载讲，咱头拄所读圣经，伊讲，因为遐个人心硬啊，伊无爱信，因无爱信耶稣的话，无爱信耶稣是基督，所以因的心硬，因无爱信，所以因就听无。啊，讲得伤简单啦，这是囡仔在听，总是信的人，因一听就知影。所以咱重新来想，圣经讲恁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恁听得清楚，恁听得清楚无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耶稣的天国第一项，伊毋是实体的国家。咱最近政治真混乱，对毋对？咱正经，我实在真烦恼咧，真的。总是上帝在掌管，你相信无？上帝在掌管。圣经讲，王的心伫上帝手中，亲像水在沟流啦。水在沟流，就是爱对沟仔行，沟仔安怎挖，水就爱安怎挖。上帝讲，圣经讲，王的心，所有政治人物的心，其实拢是上帝在操。你爱看见上帝将来要做的代志，毋是干那看伊即摆要做的代志，你就会烦恼。咱长老会拢互讲做是台独的，对无？对无啦？对啦，那毋对。你去问，人长老会啊，恁做民进党的吼，啊以前叫党外对无？会记无？啊恁党外民进党的，咧台独的，才会记。长老会毋是咧做台独，毋是要建立一个实体国家，因为知影迄是一个有人就做有软弱的国家。毋是耶稣，毋是一个实体。彼得都甲伊审问时阵，耶稣讲一句：我的国无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罗卜就要竞争，互我袂抵到交犹太人。总是我的国无属于世界，我的国无属于这世界。上帝耶稣所讲的天国是在上帝的国，就是上帝公义的国，毋是人的。人一定有罪，一定有问题。以前有一寡长老会的南部长老会的牧师啦、神学生啦、神人伊拢支持迄个台南以前咧选市长的，拢替伊光叫呢。到尾咧，迄个姓苏的市长变国民党，是哪讲呢？因为咧支持建立一个有形的国家。耶稣讲毋是。你重新来想，咱是徛咧上帝公义看这世界，为这世界祈祷。你应该做啥，你就爱去做。咱头拄礼拜进前圣歌队有吟诗对无？你若努力，就会当改变这世界。你有法度改变世界无？无法度，你有法度改变你边仔的世界。你边仔的世界是你的责任。第二，耶稣讲。天国是伫你的中间，伫咱的心内，伫咱的中间。法利赛人问耶稣讲：上帝国当时临到？耶稣应讲：上帝来到，毋是目睭都会当看见，人也袂当讲看伫遮，看伫遐，因为上帝国就是伫你的心内，也是伫咱的中间。伫你的心内，也是伫咱的中间，伫你甲别人的中间，你要努力做的。当你照上帝话来行时阵，上帝国就出现了。当你甲别人的关系照上帝话来行时阵，上帝就伫恁中间。你的厝边检测是还袂信耶稣的，总是你用上帝听来听的时阵，听会记，这就是上帝国临到你甲伊的中间。阿免，我想这是上要紧的。你毋是咧等命等你过身了去见上帝国，毋是上帝国，就是今仔日会当显明伫你的身上。所以耶稣用譬如讲，说明上帝国意义。
若无用譬如，伊就不爱讲啥物，因为只有譬如会当说明上帝国。第一，上帝国是靠着上帝恩典，是上帝来找咱，毋是找伊。咱中间有第一代信徒怎举手？第一代信徒，你安来信耶稣？因为你是要信耶稣的。啊，我知影初一想要唱，甲爱唱歌吼，走来教会，对毋对啦？对毋对？啊，对啊。迄当中佫有一个争论，教会一个争论的，啊未信的人会当去圣乐队无？会使无？会啊袂啦。若袂使吼，今日伊就要佫坐迄只嘛，袂做长老对无？嘛袂甲少年结婚。你来看觅，上帝国是真快的，是来找你。你完全无感觉中间，你进入上帝国，你完全毋知。拄来时阵，甲伊当作迄个合唱团，对毋对？合唱团啊，伊声真好啊，总是上帝话入你心内，心就改变。所以耶稣讲一个譬如，是上帝来找咱，适样的譬如，100只油，有一人100只油，吼。当耶稣咧讲道时阵，抽象的，侪人拢挖进耶稣要听伊讲道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私下议论讲，这个人安尼接待侪人，搁甲因食饭，意思是讲，伊望遐侪人甲伊做伙，伊就无清气哦。伊意思是，这耶稣已经无清气啊，伊搁要甲咱讲话，啊，咱也无清气，无清气就袂当入去会堂做礼拜呢。搁爱去互伊洗一摆，才会当去做礼拜。因为伊哪会甲侪人做伙？耶稣知影因咧讲，所以用一个譬如来讲，恁其中有人100只失去1只，敢无将这99只放伫旷野，去找迄个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就欢喜，肩胛头，转来到厝，请朋友出面来讲，来啊，我失去只羊已经找着啊，咱请恁甲我做伙欢喜，因就办一道，搁抬一只羊，才有抬，啊，头倒找转来迄只怎互伊抬去？讲这个譬如时阵，你想看卖哦。你捌想过无？伊甲遐99只放喺旷野，去找迄只，啊，啥物人较衰？99只较衰，对毋对啦？啊，若迄99个，敢会乖乖倒啊，徛咧讲等爸爸转来，会啊袂啦？袂啦，伊嘛开始散，啊，拢永远找袂了，对无？你有想过？当耶稣讲这个譬如时阵，所有听到人会安怎？这就是在以色列各样的情形，在旷野100只，这上少100只，牛安尼长，差不多要咁个100公尺。后壁迄只若对袂着，头前行，吼，你看各样在头前行，后壁即只若无对来，伊会搁转去找也袂啦，会也袂啦。啊，若头前迄个无牛安怎？袂啦。通常会算羊的时阵是尾仔嘛转来啊，转来到厝啊，了解吼？啊，算讲100只减一只，啊，当边要去倒去找？要去倒去找？你若在台北市佚佗行一工，转来了发现你手机也无去，你会转去找无？要安怎做？要安怎做？人敢袂当甲你信卡丢掉？你会去找无啦？袂啦，因为你本来就想要买一支新的对无？啊，袂啦，无人会安尼啦，迄实在了时间搁了本钱，无可能找会着啦。你嘛袂去找迄啦。所以耶稣在讲这时阵，这拢是各样，这是春天时阵草真济，总是若热天时阵你来看，因拢搬山过岭，你想会去找也袂？无可能啦。这是旷野的临时的羊条，暗时尾仔嘛来到羊仔拢入去看，无去无吃。你想，咱若做咧顾羊，我想讲暗时我要旷野找，你会互我去无？会也袂啦，
你会安怎讲？莫去啦，危险。迄只羊有价值无？人较价值还是羊较价值？啊？当然是人较价值啦。你去若去拄着野兽，也无拄你摔咧窟仔底，啥物人知影你死咧底？对毋对？啊，恁厝人要安怎？恁某囝要安怎？我伫以前咧读册时阵，就捌有一边拄着一个，阮住咧边仔面土地遐，平常时尾仔嘛拢会出去散步，带囡仔出去散步。迄是旷野，迄一个窟仔咧，一只羊，真诶，我看到一只羊在咩咩咩叫。我看到头前迄只一个顾羊诶，我紧看走去甲伊讲，你个羊，只羊落去食，你要来捡？用我袂啊，你爱互你哈？我是安怎？迄只羊受伤啊，我要安怎甲伊扛转去？一只羊50公斤，是安怎扛啊？佫安尼热，伊若破病，若转来安怎传染呢？我羊拢报销伊，爱互你啦。我总怀疑，耶稣讲的敢真呢？耶稣讲的敢真呢？这是在西奈山，西奈山顾羊的人，你看卖，会呐跳来跳去，落去窟仔底，你要去倒去找？已经行一工啊，你要去倒去找？无可能啦，总是只有一个会去找伊，好木者。我伫以前时阵看到一个住喺迄个顾羊的地方，我就一只羊走来走去，我大家拢去摸来做翕相。当耶稣讲这个故事时阵，所有听到拢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耶稣就是要甲因讲，是啊，人看这无可能的代志，无价值的代志，总是上帝因为疼，伊就是安尼做。伊一个嘛无要失落，一个嘛无要互伊失落。人看做无可能的代志，上帝做出来，迄是出于伊的疼。阿妹，这就是互因的犹太人入去咧教导时阵一个真大迄个无共款的所在。伊互你想，互你家己想，违反原来的道理，哪会安尼？主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当耶稣咧讲时阵，遐学生讲无可能。种耶稣上帝就是安尼，伊连一个嘛无会失落，因为每一个拢是所创造的。你若有一个囡仔，有一个胖健，敢有要紧？啊？还是话要凡事一个减一个无要紧？无可能啊！咱拢是上帝创造，哪有可能？上帝讲迄个无要紧，无可能的。不管你咱有信无信，拢是上帝所疼的，对毋对？阿妹，是啊，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厝里的人、你的父母虽然还未信，上帝有疼伊无？有疼伊无啦？有啊，伊嘛上帝所创造的啊。这超过咱想的。所以你厝里囡仔还未信耶稣无要紧。不但替伊祈祷，一定要替伊祈祷。上帝家己做工，伊欠的就是咧祈祷的人。佫有一个耶稣讲一个不同的譬如，伊讲天国较亲是主人透早去请人，去做工，讲定一工一个囡仔就找伊入去。到9点时阵，我去看，佫有人应伊佫带，讲来，你要来会使，佫去。到中昼3点，下晡到下晡3点，佫有人因拢甲伊叫去，然后到5点时阵，下晡5点因佫甲伊叫入去。后来迄天算工钱时阵，慢来先算，早来上后壁，所以早来感觉讲，慢来5点来一个囡仔，所以你应该得到较济，对毋对？是啊，应该得到较济啊。所以因咧等到尾，伊嘛是一个囡仔，所以伊真唔愿。伊讲哪会安尼？你还无公平，拢无公平。所以迄个主人甲伊讲，我甲你讲定是一个囡仔，无啥无公平，对毋对？这个譬如要讲啥物？你会记得以前台北大桥下骹有市场，人力迄个临时工的市场，你知无？
会记得无啦？会，嘿，会点头拢当共缘的对无？那袂点头无要紧，表示恁都还少年哦。这就是这个唱片，我咧网络敢若找着这张尔，真难得。会记无？伊拢伫遐等。有人会晓做涂水的无？我去啊！吼，有人会晓创啥？我去。因透早就去，到尾啊，一直徛遐到5点才去，倒一个较幸福？恁感觉倒一个较幸福啦？哈？透早去较忝呢，晒日晒到要害，啊尾仔去的5点去的，敢无较幸福？有无啦？有，毋过差别在对，你若升入去，你心内就安啦。我今仔就头路啊！我今仔会当趁到钱，我的囡仔厝呢明仔载袂夭着啊！你虽然闲闲徛遐免做工课，徛到5点，你心内安怎？会烦恼无？会啊，非常的烦恼。一直到迄主人来，你哪会阁徛喺遮？来嘛，做伊入来，伊心全开去，这叫做稳定。这叫做稳定，毋是你外高，毋是你外好唱歌，毋是你声外好，对无？是啊，伊声实在袂歹啦。啊，无要比较好诶嘛有啊，对无？毋是咱，是上帝稳定。你啊，未入来以前，甲入来了后，心情拢无共款。这就是上帝个福气。第二项，悔改就当入天国。耶稣讲，天国近啊，恁着悔改，悔改就当入天国。浪子回头，比如同款，吼，这故事我免阁讲。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，迄个老爸讲，因为我这个囝是死搁活，失去搁得到的，咱应该来快乐。失去搁得到的，死搁活，因囝敢有死？无死。我伫以色列读册时阵。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一个穿乌衫，你会知无？捌看过嘛？吼，迄电影嘛捌看过，还是电视。同学，犹太人同学讲，即款穿乌衫的人，因若信耶稣会变安怎？因讲吼，若以前是用石头甲钉死，即摆呢袂啊，袂使甲钉死。因怎甲伊的一束衫裤、鞋啊、帽啊，吼，捡好，办一个装饰，甲伊戴落。讲这个囡仔死啊，所以这个浪子细汉囝，伊甲因老爸讲：你死了应该互我，即马就互我，你安怎？啊，小主，恁囡仔来讲，你死了爱我的，即马就互我，你安怎？扒落去，你知无？就做爸母死的。迄用石头钉死的，庄内人根本就无爱回转来。到尾竟然永远哩转来时阵，迄老爸偌欢喜。所以讲，我的囡仔是死搁活的。原来对正人的面前，就捌一间间来已经死啊。即摆伊办一个宴席，杀一只牛，请所有的人拢来食，庄内人拢来食，就是要接了因囝。对当了，你袂使搁家顶着头；对当了，你若来甲伊做伙食饭的，你就袂使搁家骂。所以真欢喜，上帝创造咱时阵，本来就上帝囝的形象。啊，未信耶稣以前，嘛是上帝创造的啊，不过伊毋捌啊。所以有一个福音，就是互你知影讲，啥物人真正疼你，一个天父真正疼你。迄个时阵拢无改变，虽然咱已经犯罪，虽然咱毋捌，嘛是上帝囝，因为创造咱。咱看社会真侪囡仔背个，伊怎去法院宣告讲断绝父子关系，对无？对毋对？断绝父子关系是法律上的哦，伊嘛是伊生啊，敢会当改变？无法度改变。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。所以，上帝真做肉体，耶稣基督来找咱，进入伊内面呢，真做上帝的国民。
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所以你也看卖，你会感觉倒一个较幸福？因两个拢无感觉幸福，连哥哥嘛无感觉幸福，我做到要死，对吧？有人安尼一直闪10年，无爱徛起来顶面的，吼、真忝真紧张吼。系啊，啊有人我做到要死，你拢无在做，请会记。你在上帝国内面，在上帝家庭内面，就是一个幸福。你若感觉你做啊，敢若像奴才，就亲像迄大兄，迄大伊兄哥甲伊老爸讲，我做你奴才遮尔久，原本意思是做奴才，毋是服侍你的，原本是做你奴才遮尔久，你一个年终奖金都无互我，你有需要年终奖金无？有啊，表示你是家政妇呢，毋是啊。所以吴敏南毋免互年终奖金对吧？对毋对啦？吴敏南对不对？哎，爱互秀珠年终奖金无？什么爱？甲牵落，你爱的礼物，了解无？不是年终奖金。嘿，爱的礼物安就是啥？嘛是爱买。毋过袂使讲，你今年表现真好，你就要甲牵落。这甲表现无关系，这是种亲密的关系，是疼的关系，甲你表现好歹无关系啦，对毋对啦？你破病时你当做啥？逐项袂当做，拢爱伊做对无？伊有做无？有啊，你啥人要做？疼，爱的关系，跟年终奖金无关，敢毋是安尼？耶稣讲的就是这啊。你有感觉在教会内底种喜乐心嘛无？而且咧计较，因拢歹做，恁拢咧享受。天国嗰边行动，好的撒玛利亚的譬如，耶稣讲这个故事时，咱大家拢知，我袂阁讲。耶稣问迄个经学师，伊讲，迄个经学师甲伊讲，啥物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就甲伊讲。这个譬如出来，然后耶稣倒问伊讲，啥物人是迄个受伤的人的厝边？伊讲，迄个行好事伫心上的人。伊讲伊动了慈心，注意哦，动了慈心，感受到，你有感受到遐受苦的人的感觉，这种怜悯的心，怜悯原本是好事啊，行好事呢，毋是怜悯，怜悯是一个心来感受哦，毋是原本是行好事，你就安尼去做啊。这是天国国民的行动，用欠1000万的譬如嘛是同款。迄欠1000万的人，主人甲伊免除了，因为迄个主人讲动了慈心，就免去的债务，这就是好事。总是迄个人唔肯怜悯欠伊10块的人，甚至甲伊关家，迄个主人甲伊叫来，讲你安尼对待人，即马才会倒转去你的身上。所以恁逐人若无对心内下面的兄弟，我天边嘛要安尼对待恁。这就是天国国民应该有的行动，毋是怜悯的心，是行出来。撒玛利亚甲迄个王拢共款，有怜悯的心、慈心一个动机，怜悯一个行为，救人甲免除的债务。所以，咱心理学讲有一个同情心，同情心就是知影你伫艰苦啊，你心内艰苦啊，我知影。同理心就啊，我感受到，通常拢是妈妈较有同理心对无？恁囝若是破病发烧，38度，暗时咧嗨，妈妈困会去无？困会去无啦？困袂去咧，爸爸困会去无？会也袂啦，会，因为明仔做完过，哈尼吵，我要来别间困，有的人笑到要害哦。这叫做怜悯，大概只有妈妈，伊同理心感受到，慈悲的心就是我愿意有行动来陪伴你行。
怜悯原本是出自慈悲的心的行为，有行为才是真正一个天国国民应该有的。路加福音第6章20到11节，咱今日所读的迄个课文是8福对无？8福有时候咱足爱了解，为啥咱8福？啊，善良哪有好去？善良有好去无啦？有无啦？啊，无你来善良，你去善良吧。善良毋是好去啊，所以有人要一直解说我啥物是善良的意思，要互伊食到有好去啦。毋对啦，你钱互伊就好去啊，对无啦？是毋是安尼啦？是啊，所以像耶稣天国是因的啦。啥天国是因的？因为你是活在一个天国的环境内底啊，你善良你就免烦恼啊，善良人免烦恼啊，因为你已经活在上帝国，会供应你。妖恶人好去，因为要得到8兆，什么人要互伊得到8兆？什么人要互伊得到8兆啦？天国国民互伊得到8兆，这就是有福气的人。一个善良的人，伊因为福气是因为有人供应伊，互伊当8兆。恁天口的人福气，因为你要欢喜，因为有人安慰你，互伊定心欢喜。天口若无煞了有欢喜的，伊是一个真悲哀的人，无啥物福气。因为人主万论你，恁就福气啊！因为恁伫天国的赏赐是大的。这种讲就是讲后壁迄句才是要紧，拢是咱每一人爱做的。天国应该做的，互善良的人会当8兆，妖恶的人会当食饱，天口的人会当得到安慰。虽然人无爱念呢，毋过袂要紧，为着主，你将来赏赐是大的。所以天国就是是安尼，啥物人互善良的人得照顾，啥物人互妖恶的人得食物件，啥物人互天口的人变成欢喜。天国的百姓就是照顾善良的人，天国的百姓将食物互妖恶的人，天国的百姓安慰天口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伊讲的迄个，甲路加福音讲的8福，事实是每一个天国国民应该做的，毋是个理论，毋讨论啥物是好去。所以心内爽的人好去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天国国民较无搁分享上帝话，哀痛，但是又有了，因为伊要得到安慰。天国国民安慰心内忧伤的人。温柔的人好去，因为要承接土地。天国国民是温柔的人，互人得到和平。有羡慕义人好去，因为要得到8兆。天国国民爱行公义。怜悯人好去，因为要得到怜悯。天国国民是行好的人，行好事的人。清醒人好去，因为要得到看见上帝。天国国民是心爱清洁人，无诡诈，无恶毒。互人和睦的人好去，因为伊要称作上帝的囝。天国国民互人和睦。为伊受迫害人迫害人好去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天国国民要准备好，为了上帝有所付出。这拢是伦理的生活。所以天国国民照顾善良的人，将食物予妖恶的人，羡慕人安慰人，温柔的人，行公义，心内清洁，是行好事的人。雅各书第2章15、19、17节，我用华语的圣经，咱做来读好无？请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所穿的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”上帝爱咱尽咱的责任，这是天国国民应该有的责任。这有2个影片。这个是流浪汉，这个嘛流浪汉。这个人，互伊先解讨物件，安尼讲。
可以有声音吗？伊今仔甲伊讲伊真寒，迄个流浪汉竟然将伊的衫脱起来互伊穿，后来伊就甲伊的衫内底放钱，互伊还伊。你看这人反应。第二个嘛是共款，这个老人伊徛伫迄个圣诞树，圣诞节啦，在美国圣诞节是欢喜的日子，毋过伊心拢冷去啊。后来有一个人要甲伊讨钱的，流浪汉人去甲流浪汉讨钱，讲你有钱无？我要转去啊，我无法度转去过圣诞节啦，我无钱啊，我要坐车，互我车钱好无？伊竟然将伊所有拢互伊的。你讲结果是安怎？ And we lived all the way in Virginia, and we were missing a couple dollars for the bus. This is all I got. I hope this helps you get you where you need to go. But these is all I had. I hope it does help you get your family there. Take it back. Why, you don't need to go to Virginia? I don't. Since you were willing to help us out, we want to give you a Christmas present. 500 plus. What? You know, 伊讲我头拄仔伫圣诞树头前，祈祷上帝讲，我拢无钱啊，请你互我一个新约。毋过，迄个新约是人来先甲伊讨钱，伊竟然将伊所有拢互伊。所以，迄个人讲：“你来要帮助我？”伊讲：“我了解你心内艰苦。” 你有注意无？迄个流浪汉了解即个人心内艰苦，伊将伊所有的拢总互伊，结果新约就出现了。这是咱做基督徒天国国民的责任，你袂当摕。真诶，圣经上面就有记载，伊讲。 若是你的厝边，你看到伊甲你求，你拢无爱插伊，因为你无爱插伊，伊对上帝求，你就有罪啊！你就有罪啊！检查你要讲，啊，牧师你讲遮济，你敢做会到？ 你爱想，求上帝互你感动。除了教会方面以外，帮助一个社会机构，你安尼做会当改变你边仔的世界。我是体育的牧师，每一个月我帮助3个。 弱势家庭、单亲妈妈的囡仔，一个月一个互伊5000块。即摆有一个已经大汉啦，迄个妈妈甲我讲：“牧师，多谢你即几年帮助伊，即摆大汉趁钱啊，毋免啊，你会当去帮助别人啊。”伊无贪心呢，伊无一直讲伊善。 因为我看迄个妈妈就是遐尼认真，单亲妈妈，阁有3个囝，因囝第一个领薪水，马上摕互伊妈妈，会欢喜甲安尼。我毋是要乒乓我家己做啥物哦，
因为我知圣经的道理，照安尼去行，找一个社会机构定期该奉献，因为主的名所做，天顶报赏是大的。阿免，咱做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。阮的目睭看见遐一只需要的人，特别阮身边的人，看见阮社会真正需要的人，因为阮知，这就是咧建立你的国，互你旨意正在地呢，亲就伫天呢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免。